大家好，我係中意地產嘅 Chris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咧係碧瑤灣一個36座嘅單位。事不宜遲，帶大家去睇下室內嘅設計同間隔咧。喺你嘅位置可以見到單位咧有做過裝修，咁亦都做咗好多嘅收納空間。整個嘅單位咧係非常之實用，方方正正，落地嘅採光面採光度十足。咁啊間隔分明一邊咧就係客廳，一邊就係飯廳。咁整個廚房空間咧都係長正方形嘅。咁啊，非常之實用，有個通風嘅窗口，亦都可以有一個工人房嘅位置，都有工人廁。咁首先睇下第一間睡房位置先，咁呢邊係做咗一個定制嘅收納空間，呢邊又有，咁仲有套廁位置，名廁設計。咁我整個擺咗睡床嘅位置，對我嘅景觀係非常之靚嘅。咁仲有個實用嘅露台，對我嘅景觀都係非常之開揚。最後當然唔少得睇埋剩餘嘅房間先。咁下廁位置，名廁加藍綠色設計嘅。咁我第二間睡房，第三間睡房。基本上自己配備床褥，其他嘅基本家私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咁亦都做過裝修，所有冷氣機都變成一個分體式，其他呢都非常之實用嘅。呢個設計亦都非常之靚。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咧，請隨時聯繫我。